AP 世界物業顧問特約世界樓巡禮，為你搜羅全球物業資訊。世界樓巡禮，主持魏美珍、莫佩文。世界樓巡禮嘅節目今日年28，本來大家就應該留翻屋企洗邋遢嘅，不過我哋今日要做節目一波啦。係啊，我哋預祝大家咧猴年咧橫財就手啊，好似猴子咁精靈，投資咧得心應手。而家已經係猴子年噶啦，因為今個星期四2月4號已經立咗春，立春之後就已經係猴子年噶啦，早咗少少噶。係啊，咁啊希望大家猴子年呢都係生生猛猛啊，咁啊最緊要係身體健康啦。係啊，今日本來應該係洗邋遢啦，你會唔會做呢個動作噶？我就唔會嘅，你搵工人啦，睇你個樣都係。唔係屋企好乾淨嘛，不嬲都，所以唔使洗邋遢。咁都俾你兜到。洗邋遢最好可以洗走啲咩咧？咁梗係唔好嘢啦。咁咪擺翻啲花喺度，花開富貴嘛。係洗走啲唔開心噶啦。哇！如果可以連啲債項都洗走，咁咪幾好啊？咁幾好喎，我都要洗啦咁。啲卡數啊、債項啊嗰啲一抹乾淨。香港人咧嗰個債項嘅負擔都真係相當之重㗎。係啊 ，Michelle 最近有個報告咧，大家都睇到。不過其實唔係淨係今年㗎啦，過去嗰12年咧，呢個報告都睇到香港係其實係排幾高㗎。呢一個係咩嘅排名咧？就係供樓負擔能力嘅報告啊，全球第一位。哇！呢啲都唔值得開心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嚟自一間美國嘅研究機構啊，Demographia 啊，一年一度嘅國際供樓負擔嘅能力報告。佢就首先搜集咗9個國家367個城市嘅樓價中位數，同每年家庭收入嘅中位數咧，就計一計，究竟我哋需要幾多年嘅家庭收入先至可以買起一層樓咧 ？Michelle 話香港第一位其實都幾令人擔心㗎，要成19年先至供甩層樓㗎。講緊你唔使唔用唔食兜一份糧啦，咁你每個月去供樓，香港嘅樓價平均數咧就係556萬左右嘅。咁啊，家庭每年嘅收入平均咧就係29萬3千。咁你除翻開即係你大概24蚊一個月啦，咁就要晒嚟供樓，都要供19年嘅。冇理由24蚊攞晒嚟供樓㗎，我都要維持生命㗎。24蚊，如果我每個月可以剩到1萬蚊，係咪都已經幾叻女啊？都幾好㗎啦，有一半。咁如果我每個月可以儲到1萬蚊啦，咁即係換言之，我要55年先至可以買到一層樓喎。到時我都變咗一個婆先喎，因為而家嗰啲mortgage 咧係比較低㗎嘛，即係可能你要俾5成或者6成出嚟先至有得俾你供樓，都幾難頂啊嚇！咁我香港啊最貴啦，就要不吃不喝咧，就要19年先至可以供到一層樓啦。咁其他地方會唔會好啲啊？第2位咧都我哋成日都講呢個國家㗎啦，都澳洲悉尼，佢都要12年左右啦先至供滿層樓嘅。個樓價中位數係560萬，其實同香港差唔多㗎。咁但係佢嘅家庭每年嘅收入中位數咧係高過香港好多㗎，有46萬。咁所以除翻開有12年左右。墨爾本好啲，唔使10年嘅，佢9.7年呢已經可以供完呢一層樓。佢嘅樓價中位數397萬港紙計嚇，咁家庭嗰個收入係41萬2千蚊嘅。香港人或者內地朋友咧都好中意嘅一個地方咧，加拿大嘅 Vancouver 其實都幾高嘅，第3位㗎，都要差唔多成10.8年啦，差唔多11年先至供滿一層樓嘅。倫敦啲樓都好貴㗎，但係因為佢哋嘅家庭收入嘅中位數比較高啊，有52萬，咁所以咧佢哋嘅供樓時間咧係8.5年嘅啫。供樓負擔點樣先至見到你健康水平咧？Michelle 最好現兜買咗唔使供就最健康最開心啊，唔使有負擔。東亞銀行咧曾經做過一個類似嘅研究咧，就以實用面積484尺嘅單位做比較啦，對比起佢嘅家庭收入中位數咧，喺1993年至2012年平均值差唔多係7.8倍嘅，算係幾好啦。2008年啦至到2012年呢就9.3倍，但係咧有一年咧係特別低嘅。哦，係咪沙士咧？係因為樓價跌咗落去。係啊，咁係幾多倍啊？4倍啫，係咪好輕鬆啊？4倍。係啊，但係大家都其實沙士嘅環境，大家都唔開心嘅。咁又係，雖然你供層樓供得係輕咗，但係可能另一啲嘅擔憂啊、擔心健康啊、家庭啊呢啲都係唔開心嘅。咁有啲學者就覺得啦，5倍到啦，咁啊差唔多啦，咁啊先叫健康嘅。好多人都覺得呢個供樓嘅負擔難頂㗎啦，有92個 city 咧都係覺得係難頂啊，即係要供樓係5倍以上嘅。咁其實咧，大家睇報告嘅數字咧，都要留意下每一個
個城市或者每個國家咧個稅務計算方法有啲唔同啦，同埋各個城市嘅生活指數又唔同嘅，咁都要 take into account 啦。咁又係，雖然歐洲嗰啲國家供樓個負擔係比較細啊，但係佢哋舉例食個漢堡包，佢哋可能講緊一餐都要成嚿水，但係我哋香港廿零蚊啫嘛，我記得好似係啊，有啲生活指數又高啲嘅啦。澳洲其實嘅生活指數都唔低㗎，不過佢可能係收入會高翻啲咯。大家都要繼續努力啦嚇，為咗你嘅安樂喎。咁我哋又做定功課啊，因為趁呢個年假喺屋企拜下年之餘咧，又同朋友傾下啊，我哋2016年嘅投資方向點樣啊？做定功課，下一轉去旅行又去睇下樓好嘛？應該有好多機會㗎啦，因為而家見到香港呢邊嘅樓價出現咗逆轉啊，海外咧亦都有啲地方咧開始樓價跌啦。最緊要有錢喺手嘅啫。不過無論你喺邊度買樓都好啦，多多少少都會涉及按揭嘅，冇我咁理想話一筆過㗎啦，應該。Michelle 買樓就一筆過。我想啫。咁我做下 leverage 都好嘅。係啊，冇錯，喺海外置業咧，亦都會涉及一個按揭嘅安排嘅。海外做按揭有啲咩嘅特別條款要留意咧？咁我哋一陣間啦，都會繼續有我哋嘅按揭專家啦，梁理中上嚟同大家探討一下。